我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来听朱立伦详细的讲法。是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不要有个人的打算，越团结，我们将越有机会。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此。那怎么样的安排，最后还是要尊重韩市长本身，他最后怎么样的一个安排。那目前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一定会团结在一起，能够克服困难，能够化解争议。那朱立伦就在地方各地能够不断的辅选。那市长就是说，民众党不分区已经公布了嘛？那相较于蓝前17，平均年龄63，前部56，那很多亮点的年轻人，那你这个你怎么看？有关不分区的部分啊，我想这几天已经讲了很多了哦，不必再多言。那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尤其是对于我们总统大选以及区域立委的部分，我们要更努力啊，更加油。那我相信，只有透过这样团队的努力，才能够获得民众的肯定。那这个不分区的名单，外界说太烂了啊，那民间指挥之后会怎么改啊？我刚才已经讲过，不分区的名单已经讲了好多天了啊。那现在我们可能要花更多的精神在我们各地区域立委跟我们总统大选身上。就像今天一凤一大早就开始一起跟我们一起努力。那我们希望能够争取每一票的支持啊，只有一步一脚印，才能够获得民众的肯定。所以市长，那请问一下，所以我们将各地方立委的部分，是不是都会有不同的计划？像之前严宽能是我们有滨海，那这边来这边是骑脚踏车，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其他都有吗？我们跟一凤的不只是骑脚踏车哦，还有很多的一些创意想法，大家拭目以待。其实我们各地都有各地立委的需求，就像我说，我是一位好的助选员，那助选员就配合大家嘛。不过我要感谢一凤啊，他今天没有让我这个坐云霄飞车啦，或者是去立奖啦，或者是接受各种的挑战。前几天还去骑重机耶，各个挑战都有。好，谢谢。所以市长，那个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要接下这个主委的工作？因为现在不分区的争议好像影响还蛮大的，那为什么想要接这个主委？我们目前这个整个选战的安排要由韩市长最后的决定。那我们一定是好的助选员，从各个角度不断在各地帮立委助选或帮总统选举助选。那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发挥最高的战力。那至于怎么样的安排，最后由韩市长来决定。好，谢谢。地方选举了，地方立委了吗？什么？区域立委吗？重心。所以政党，我刚刚已经讲说，我们都在各地帮各地方的立委、总统大选来努力。好，谢谢。好，谢谢。那我们要不要？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上新的讲法，针对到敢会接韩国瑜竞选总部的主委，伊讲伊会尊重安排。再来，同款是上新的画面，继续要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和副手张善政昨昏登记好势了后，会正做伙参加社会型企业东亚年会，会后针对相关的议题，嘛有上新的回应。所以民进党说台商会回流。看到这个资料之后，就知道完全是2个字：欺骗。完全是用欺骗来治理这个国家，我非常的感慨。我想我们张善政副总统候选人对这个来龙去脉非常的清楚。我们请张善政院长来补充一下，好不好？台商没有把资金带回来的原因，应该就是在大陆赚了钱，在大陆被扣税。回台湾来还要再被扣第2次税，双重课税。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2015年8月的时候，在马政府任内已经跟对岸谈好了两岸租税协议，只待立法院通过授权，就可以让海协会签这个协议，就可以生效。那么2015年的时候，民进党在立法院虽然是少数，可是议事处处阻挠。2016年，民进党在立法院已经过半，也对这个两岸租税协议视而不见。所以在双重课税的这种环境之下，台商怎么愿意把这个他们在大陆赚的钱带回来呢？所以民进党现在说这个台商会把资金带回来投资台湾，这个就是国王的新衣被点破，或者是说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在游泳。那么所以民进党政府就规划了很多优惠，用我们国内的资金来做搭配，
那么台商的角度当然说，我大陆资金不带回来，因为会被双重课税，所以先用台湾的资金来投资，造成今天这个结果，就是海外回来的钱都没有，投资的钱，所谓回来台湾投资的钱，都是我们国内的钱，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不是反对用国内的资金来吸引台商回来投资，但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请蔡英文政府你想想看，你花了多少钱去这个吸引台商回来投资？我们提的这个学贷这些事情，就金金扣扣的，支持台商回台投资可以，可是你支持年轻人发展，要的钱比前面的钱少很多，就在那边金金扣扣，这是不是大小眼？这两个地方看起来，民进党这个施政完全一无是处。那请问一下，有关于那个赖清德，您说希望蔡总统如果支持台独就说出来。赖清德说，现在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跟中国互不隶属，没有必要没有执政后不用再宣布独立。还说我国民党跟您领导的方向是把国家带往统一。这是另外一种欺骗。所谓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这是股票术语叫做借壳上市，不是真正认知到1911年。孙中山先生创建了中华民国，到现在台澎金马。那我觉得赖清德院长跟蔡英文总统两位一定要对国家定位讲清楚，否则又是另外一种欺骗，好不好？谢谢。朱立伦接您的竞选总部主委，然后听说吴敦义拒绝接任。我们对朱立伦市长非常的感谢。那未来如果时机成熟，会跟社会各界来报告，好不好？谢谢。那吴敦义有拒绝吗？虚位以待吴敦义啊。嘉芬姐在柬埔寨的这个造势晚会啊，然后说行前有先接到中国的大使的电话，说可以帮忙解决废水处理厂这个问题。那他认为台商会有遭到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市长怎么看谢龙介说要10不分区的事情？之前竞选总部有说10月中黄金交叉，让11月中。他指挥大哥他等一个市长。蔡英文总统执政的3年半，说高雄在等一个市长，但是总统府在等一个良心了。好不好？谢谢啊。吴敦义有拒绝接竞总主委吗？吴敦义有拒。好，在原地就好。谢谢。另外，要来关心立法院上新的消息，无党籍的立法员洪志勇和林昌佐招一个跨区跨党的人做伙组织真线联名，现场的情形啥款？赶紧联络记者周景如来查来了解。好，主播各位观众，为了要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现在由无党籍的立委洪慈庸、林长佐他们组成了前线联盟，喊话要以跨区跨党的合作，集结本土阵营最大能量。今天出席的成员也有亮点，包括的是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号称特战男神的吴怡农，还有民进党在这一届区域立委提名最年轻的选将赖品妤都有出席。我们来赶快来看一下稍早情形。这个连线的名字叫做前线。就是说，我们要站在保家卫国、保护台湾的最前线。可是保卫家园不是只能靠口号，保卫家园不能只靠口号，我们必须透过具体的行动。大家看到最近香港的抗争不断的升级，我们看到香港年轻人为了争取他们自己的未来，捍卫他们自己的自由，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他们自己的自主的权利，他们站在第一线。自己站出来，站在第一线。他们手无寸铁，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他们被打，可是他们知道，尽管有这样的风险，尽管他自己有可能受到人身攻击，他们还是愿意挺身而出。这个就是具体的行动。回头看看台湾，我们一样面临中国的威胁跟中国的压力。我们有这个责任，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守护好台湾。守护好这些小朋友他们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没有第二句话，也义无反顾的要站到前线来。在前线里面，我们有提出3个正义的这个主张，包含了社福的正义、居住的正义，以及缩短贫富差距的正义。好，洪慈庸、林长佐加上了台湾基进的立委参选人陈柏惟，还有民进党的选将吴怡农、赖品妤，他们大阵仗来召开记者会，喊话他们即将组成的前线是为了要阻挡中国的势力渗透，也提到了香港目前的动荡情势，希望可以唤起台湾人更多的危机意识，也获得民众的认同。以上面情形。
多谢景如，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今仔日来到广播电台上节目，伊讲到1年前党内就咧讨论要安怎超测2020年总统大选，嘛捌考虑过要甲资格让予台北市市长郭文哲。详细的情形，继续连线记者叶婷来带来了解。叶婷。好了，主播跟观众，随着2020总统大选选战是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宋楚瑜呢，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呢今天是上广播节目要来打空战，而他呢也在节目上是自曝呢是说曾经想要找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现任的副市长黄珊珊要来搭配参选的总统呢，对此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最新说法。我们原来最先希望我们一起共同合作，但是他后来。有其他的考量，我也予以尊重。坦白讲，我跟柯市长一向交往的不错，而且我对他能够希望把台北市治好，他的这个努力和用心，我也非常非常的肯定。我也全力的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协助他。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未来还有许多可以要大家合作的。好的，我们听到呢，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呢是有说，曾经要把亲民党的门票呢是要来给柯市长，而呢要从呢亲民党栽培的黄珊珊呢来搭配做副总统。不过呢，宋楚瑜他也是说呢，后来因为有考量到其他的问题，他也对于柯市长后来组党呢也是予以尊重，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规划，而后来呢这项的计划呢也就因此生变。以上记者掌握到信息，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叶婷，昨天是登记参选立法院的头一天，一寡参选人大家都步数真短。像讲花莲无党籍的参选人，有人满脏水，正手提甘蔗，倒手提土豆，代表伊是在地花莲人。另外，家己也有台湾阿成，清在新也的清查，希望今年会当顺势拼入去立法院。选举政车骑出来，佮唱家己的歌，真有气势。直接骑到花莲选举委员会，无党籍立委参选人柯万成，骑家己做的竞选政车，身躯满手工的脏水，正手提甘蔗，倒手提土豆，代表家己是在地花莲人。很多在鼓励我出来选，因为我是纯正的花莲8代的花莲人。同款说在地人的，搁有这个选较出名的台湾阿成，家己立委参选人，登记的名愈来愈长。我的心情其实我不是登记立委参选，我是登记总统参选，因为我财神总统啊，不管选什么都是在选总统。这届叫做黄宏成，台湾阿成世界伟人在选总统，顶礼拜五就已经摕物件来占位，登记的头一天抢到第一，不过发挥创意，办做财神嘛是同款受到挑战。骑选举政车办财神，想要抢头一个登记的，拢比袂过这个参选人。就是带着这一台列车驶向公平正义。时代力量参选人坐家己做的普悠马火车来到桃园选委会，透早6点就到门口，8点40立去登记，抢到第一。2020立委选举登记的头一天，参选人步数真短，若拼气势嘛拼出头，成人注意，开始拼立委选战。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才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昨昏晚到一个洗出的查某人来到台中和平马仑山步道行搭，结果经过1公里2的所在，一个无细里骨头滑倒袂顶袂当，敢若因为骨头断去，搜救人员接到报案了后，因为山区步道较矮较歹行，先出动人员甲伊挨来到较平的所在，结果再出动3轮仔车来甲伊载。下晡2点钟，总算甲伊送去到登山口，刷来送去病院治疗。另外一个上新的意外消息，要来看到屏东永福路和中山路12路口，一架白色轿车颠倒方向弄人行道，引起到几落架车互伊弄歹，赛车的人甲车拼咧，煞做伊走。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婉莹来传来了解。婉莹。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白色轿车整台冲上人行道，车头凹陷，碎片也洒满地，一旁的机车和自行车也好几台被撞烂，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事情就发生在屏东永福和中山路口，当时这台白色轿车逆向直接冲向人行道，而这么一撞，造成2部重机车、3台自行车和路灯多处损毁，现场可说是一片狼藉，幸好没有人员受伤，但事后肇事驾驶竟然弃车逃逸，而这夸张的行为也让目击民众直摇头。听到很长的刹车声，然后就一个撞击声就停住了。有听到刹车声啊？有啦，人呢？人敢有看到人？
没看了。驾驶是否有酒驾或其他违规行为，警方已经调阅监视器画面，希望能尽早厘清真相。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多谢欢迎。另外，这架车祸意外，同款嘛是真无张持，昨仔来发生。昨昏尾仔5点半，台北市吉林国小门口发生这架车祸，一架机动车强强抓袂牢，弄去人行道。学校收水教练拄好行倒出来，互伊弄着，本来已经无喘气，急救了后，正边骹腿切掉，命才捡倒转来。迄当时拄好是下课时间，一寡学生囡仔拢看见行甲身躯无条体。一台客运车驶到路口，毋但无放慢，佮颠倒吹油门，为人行道冲过去，尾也弄着停伫路边的14台机车，佮一个50岁拄下课的社团收水教练。我转过头来看的时候，电车又冲过来，我就赶快跳车。零件线佮龟头卡，客运车引擎挂佮钣金嘛拢变形，毋但现场的民众惊到，驾驶嘛惊一个半小时。越来越快就这样。驶客运车的查某驾驶讲，迄当阵伊的车顶无人，伫台北市的中村路要驶到吉林国校的时阵，车的档啊向歹去，伊一个紧张才会甲车驶去了人行道。冲撞到对向的吉林国小前的家长接送区，与14台机车发生碰撞。那其中有一名伤者送马街。代志发生伫尾暗5点半，拄好拄着下课的时间，真侪家长拢伫学校门口接囡仔，一个拄上课上完的姓林的收水教练，才对学校行出来无偌久，就风弄着当场无咧喘气。救护人员赶过了后，随家伊送去病院急救。教练的某听到这个消息，目口甲目屎腻腻流。虽望经过病院的急救，姓林的教练有救回来，毋过正骹爱切掉。迄个弄着人的查某驾驶，尾也按业务过失当伤害罪，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赛车确实要注意安全，像讲台中新社花海3年后，搁一届伫咧今年用小王子的玫瑰星球做主题，规个花叉叉叉，看起来真迷人。若是赛车来行搭，嘛要特别细腻，因为路边有真细条的水沟啊。礼拜日下晡，有一只轿车经过二兴街和兴隆街时，正边调整链强强掉伫咧水沟啊。警察落尾派吊车来吊，真无简单，才甲这台车吊起来。新社花海今年甲小王子的玫瑰星球当作主题，打造玫瑰花的大型艺术，为天顶翕的画面来看花海，实在真水。休假日声真侪人，毋过人一个多嘛，较会发生意外。相片内底一台乌色轿车，正边头前链驶落水沟内底，倒边后壁链规个翘起来，规台车袂顶袂动。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随赶去现场。敢若可能无法度甲车扛起来，落尾警方叫拖车业者来斗3工，才总算甲车吊起来，互游客当安全登去。以前是属于沟渠灌溉种苗场的水源灌溉区所以这边4边的道路都不到4米，所以要会车的话民众会因为闪车不及会经常不慎掉落到水沟。警方讲，像这款的意外，大部分拢发生伫办花海活动的时阵，就是因为路细条边啊，有水沟啊。民众若是想要去新社看花海，上好会当坐交通车，避免对路草木色发生意外，甲伤花心情拍歹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规心情拢拍歹去，人咧讲偷掠鸡嘛，就了一把米，网络交朋友就还细腻。台南警察就掠到一个姓蒋的查某囡仔，伫咧网络假先要招人交朋友，就咱甲查甫拐去摩铁路，甲对方仙人跳，伊趁对方去洗身躯的时，趁机会偷摕人的钱财，随走敢若飞。外口阁有男朋友来载，即嘛算已经有2个被害者，警察嘛已经掠到2个嫌疑犯。一个长头鬃的查某人为旅馆门口走出来，到路边了后，对面一台机车就骑过来，甲人载走。会这么着急的走，就是因为查某人伫旅馆内底，甲人的物件拢变去。嫌犯红衣裳的时阵头淡淡，伫后壁的就是计划这个犯案的姓蒋的嫌犯，行伫头前的是伊姓林的男朋友。嫌犯涉嫌伫今年3月23甲11月7日，先用交朋友的软体甲被害人熟悉，交入去好朋友了后，才约出来，佮请对方啉饮料，煞落甲人带去旅馆。落尾嫌犯趁因洗身躯的时阵，甲手机啊现金拢变去，尾男朋友才来接伊。讲姓女嫌犯的话，都会和她的男朋友事先就已经讲好，她的男友会提早到那个汽车旅馆周边等候接应。被害人本来就是有查某囡仔这么主动，真好运，是袂到煞互人变去。
警方顺续调查，发现嫌犯拢是用同款的手法犯案，调看监视器掠到2个嫌犯。本案清查有2名被害人，总共损失21000余元。调查拢总有2个被害人损失2万外块。警方呼吁被害人出面指认，伫网络顶的交朋友一定爱说你，才袂互人骗甲戆戆说。记者综合报道。3年关2年满，新竹县这个姓罗的警察大人为了要替伊的查甫朋友厝内处理交通事故，结果家己大主大意调查别人的前科资料，牵涉到涉案罪。检察官调查了后，原起诉1档，过来罚金1万块，予国库。接下来呢，就由我这里来告诉大家正确的防身精神。姓罗的查某警察面对镜头，佫真大方，伊真认真咧宣导正确的知识。伊的面子啊，生做不知啊出轿。伫2017年的时阵，洪选做是新竹县政风处轰动人物味电影的这个女主角。不过伫进前，伊却因为公器私用，私底下去共调查别人的前科，互检方来甲起诉。伫今年的4月份，这个姓罗查某警察为着替查甫朋友厝内的人来处理交通事故，伊走去竹北市6间派出所借电脑来调查对方当事人的前科资料，尾也去互因警察家己内部的检举。检察官以刑法过失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甲伊起诉。被告事后坦诚犯行，检察官给予缓起诉处分。检方表示讲，姓罗查某警察无前科，事后嘛有承认伊的唔对，所以甲伊原起诉1年，还佫交予国库1万块做罚金。事后，这个警方嘛是真美手，无要回应。防泄露秘密的当事人，伊嘛表示讲，伊无要搁追究。不过，这个查某警察为着查甫朋友来触犯刑法，虽然讲事后有后悔，不过嘛已经破坏这个警察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婚姻第2家一个生出来患人本来得到癌症，医生诊断伊敢若剩半年退休，手术治疗了后，申请出去外口互医生看，去年到期拢无转去家报道，互人通缉。今年6月已经抓到人，这届佫要申请交保去外口互医生看，主管机关都唔准啊。他已经癌症末期了，我很怕他死在监狱里面。就惊伫监狱内底的翁无法度佫陪伴遮济乖囡仔，蔡小姐讲甲脑更甜目可红。我的爸爸抱他1天死1天，好，那陈水扁他可以共享天人之乐，好，我的先生是癌末直肠癌第4期。手会抱伫拄几个查甫囡仔，佮有一家3个人做伙翕的相片。生出来查甫人伫2008年因为性炮案，被关入去台南监狱。过当年发现伊尾期的直肠癌拖去到淋巴系统，送去台中培德病院治疗。2014年癌细胞拖去到肝，爱做雷射手术，申请保外就医，落尾就拢伫婚林后尾厝内养病。这些都有跟他请的。甲医疗请假证明摕出来，生出来查甫人的保外就医伫去年3月互停掉，不过因为病情恶化，爱甲肝摕掉，含伊的医生嘛建议爱保外就医。虽然有请律师向监狱迄边申请继续搁签，不过监狱拢无回应。伫今年6月，台南地检署发布通知，生出来查甫人互抓到了后，关入去婚林第2监狱，搁一届申请保外就医，却互拒绝。保外机会相对上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医疗观点是觉得应该可以保外就医。那他到一定的程度，那基本上我们就会机关会按照我们的行政流程。加上这个前总统陈水扁会当保外就医，癌症尾期的患者煞袂用的，佫得要经过评估。对家属来讲，逐工心内拢真艰苦。记者综合报道。颇有名兵车事故才拄过1档，代替又搁通讲有司机员违规超速的代志。一个司机员互人逼消息，讲利用列车自动保护系统 ATP 的空棒，使时速约90公里的速度进站，短短12天内超速8改，代替经暂停伊的职务，全面调查。今嘛要搁办教育训练的课。普悠玛列车驾驶的过程，速度拢有 ATP 自动防护系统咧管理。列车要进站进前，也是要驶弯，代替拢会装限速的号志灯来提醒。按照规定，司机员只要看到灯倒起来，时速就袂当超过60公里。但煞有司机员互人逼讲，看到号志灯倒起来以后，若无减速，搁以时速90公里驶入去车站，伫咧短短12天内就超速8改。ATP 的显示速度不一定跟那个注意号是刚好一样，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危险的。代替解说，司机员驾驶要入站进前，看到号志顶倒起来，若是超速，铁道顶悬的 ATP 感应器会自动替列车来动车减速，但是有部分的路段因为地形的限制，号志顶甲 ATP 感应器是分开来装的。这中间的路段无 ATP 强制来管理驾驶的速度，变做是一个大问题。停止乘务，再加强教育这种方式来做。那假如说再有发现的话，就可能会记申诫处分这样。的确有少数司机员呢，在这个速度的控制上没有做好，那我们也会根据规章来做一个全面的检讨。代志发生了后，代替来抽查1600名司机员载车的记录，发现总共有4件违规。后个月开始，代替嘛会全面来进行教育训练，希望亲像安尼情形，莫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罗江夜市已经有30多年历史，因为违法，这个月11已经收起来。所有一半的摊贩刷去高雄凯旋青年夜市边仔空地继续来摆搭，另外一寡摊贩唔刷，继续伫现场。警察甲环保单位大动员，强调讲一定会严格来执法。希望你哋当体谅来，咱体谅啦。我起底了，对，我到才也无迄个地，把咱关起来。分局长亲身出面，希望大家莫去地这摆搭，因为这阵人拢是伫罗江夜市摆搭的头家。现场嘛来真侪警察甲清洁人员，若是看到有人摆搭，就随甲人赶走。头家大家拢真不满。就是烦恼的，所以来遮关心一下啊。伫遐摆搭摆20-30年的头家真烦恼，无法度趁食，因为夜市落日条款到期，为这个月11号开始袂当阁出来摆搭，若是阁摆就是违法。头家嘛算讲，政府进前拢无先辅导。你讲要赶入去私人的那个场地资金加起来，我们真的是。做袂趁钱啦！你讲做袂趁钱，无人讲今仔大唔入去啦。罗江夜市收掉，警方加强抓违规，有一部分的头家坚持唔走，唔过嘛有人为着生活换一个所在，生意继续做。时间到，准备出摊，这是高雄凯旋青年夜市边仔空地啊。本来罗江夜市300多摊，有一半走来这，包括有名的金马贡甲臭豆腐，甲本来夜市比，上无伫空地摆档是合法的。加上地主开前3个月免租金的优惠出来，交通方便啊，对面就是轻轨啊，然后所有的环境都很好啊，也不会造成脏乱。你看，马上就办好，那效率看有多好。新的罗江夜市交通方便，阁有免费的停车场，加上有旧罗江夜市的搭入去，希望会当带来商机。生意好也歹，大家拢等来看。记者综合报道。天气一个寒，四家食火锅，少人食火锅引起半碳酸中毒的情形。礼拜日暗时有6个人，互人送去急诊室，拢有头壳戆、头壳痛、想要吐的症头。上界严重的才4岁娘娘已经昏迷，目睭淋吊吊。一个抽血检查才讲原来是半碳酸中毒。6个人拢拄啊好伫咧同一间火锅店食饭，医生又讲应该是半碳酸中毒着的。天气反冷，冷死是袂少人爱食火锅，无想到即马煞出现食火锅一氧化碳中毒的代志。我们一开始本来会猜是感染的问题，但是这个病患最近并没有感染的症状，也没有发烧的情形，才去推测大家都是从火锅店出来。难道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就是一氧化碳集体中毒的案件？17号暗时有6个民众来到急诊室，全部拢有头晕、头痛、想要吐的症状。上严重的病患只有4岁，当时已经昏迷啊，佮出现目睭倒掉的情形。一开始就是热痙攣，紧急来治疗，抽血检查了后，才发现原来是一氧化碳中毒。若这6个人相共的所在，都是伫同一间火锅店食完了后出现无爽快。很多的原因都有可能，比如说太拥挤了，或者是空调上面是有问题的。医生讲，可能是因为火锅店内底较热，通风不良，也是冷气出问题，这个原因，拢有可能造成一氧化碳中毒。若食火锅，有民众伫咧室内来点有香味的蜡烛，嘛有可能有致命危机。就是在一个小小的雅房，那2个人就是只是为了增添情趣，然后就烧了那个香氛蜡烛，很快的他们2个在睡梦中就一氧化碳中毒。医生嘛提醒大家，天气变冷，民众若是要伫厝内，就要注意空气流通，更加要注意烧物件产生的废气，才袂无注意来造成危险。记者综合报道。
详细的消息来关心，台湾民众党下早正式公布不分区立法委员的名单，排头名的就是台北市劳动局局长赖香玲，党主席也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下早针对这份名单的人选有详细的回应。大概蔡壁如跟学姐会先直接请假了，因为他们大概就离职前的请假先请。劳动局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有几个法案在议会，包括那个外送员的自治条例，还有一些他需要再处理一下，还有预算，所以他大概处理完也会跟着请假。像高虹安的应该跟着辞职。高虹安的海选名单你满意吗？海选的名单你满意吗？这个是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我们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来报名的人当中，那我们也是经过一个遴选的程序呢，就是尽力了。其实你要讲说我们最佳是什么，我们没有，我们那些来申请的不用花钱的，连那个报名费20万还是要帮他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这种我们是真的像天下征才，也不用去看说他有钱没钱，也没有要求他你要先捐个8000万我们才给你。什么安全名单都不用，我们就按照适才适用。像高虹安的排序依旧没变，是不是说好像党内一度国师有炮声隆隆，甚至刘宥彤有来跟你致歉？没有啦，这种我都觉得很奇怪，什么刘宥彤这种致歉，这种话都不对，是这样的。我第一点其实我也跟郭台铭问过了，到现在为止，亲民党不分区公布了吗？还没，像这都还没公布，你知道为什么会跑出那？我说你们怎么会134里面？他说没有也没有这一回事所以他是这样的其实他讲的话，导购虽然是大企业家，你知道但是政治险恶，显然他还没。那一度有传出郭董有打来说愿意让高虹安跟蔡壁如的排序互换。没有啦，他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有一种声音，他是很客气，有时候不用了。这个高虹安也不是高虹安也，我们是认为他适才适用他总是年轻女性愿意做这种大数据的，属于这种科技的，我觉得形象也很好所以我倒觉得这样少一点政治，多一点专业，这样就会台湾会比较好。什么时候，然后怎么跟吴欣颖搭上线？对，什么时候，然后怎么跟吴欣颖搭上线？吴欣颖排在第7名。吴欣颖其实他很早就来，他以前就来跟我们讨论。我先讲他不是我们去找他，是来找我们的。因为他很早以前就来跟我们讨论那个什么长照议题的，还讨论过很久所以好像去年3月4月就来过了。这一次是我们在办台选，他又自己跑来，他本来是要去选区域立委的，后来跟他讲说不行，我们这个区域立委这个松山新立我们都有提名人了。后来再谈一谈，后来我说你这个条件还不错那干脆去不分区，我们再给你换到那个讨论名单里面去讨论。故事就这么简单了。但放在第7名，但放第7名，感觉好像挤不上是安全名单。我们要有志气一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人家有时候我们运气好有实习还是他是从？所以你现在预计有实习吗？没有啦，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就要是这样的我们总是目标要远大嘛，那努力嘛，对。你不要说一开始就说他可能只有3级怎么会说我没志气他排序是锁定可以冲经济蓝的选票，不要，他是经济蓝还是经济绿？你觉得是蓝还是绿？我也不晓得，我是没有管他蓝绿的，我是觉得他说这种，其实他也是蛮有个性的。我觉得像这种，其实台湾是这样的创新还是台湾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还是给那种比较有个性有愿意去有愿景的人去试试看。当然我们非常清楚嘛创新不一定会成功的，但是终究创新还是台湾唯一的出路。我知道我们那个名单有几个特色我记得当时好像平均年龄是40.5岁这个足足比其他党少了25岁所以。那个金曲歌后江蕙，她排在15名。其实基本上是这样的当然有人在问说，一开始不是说要踢34席踢满踢好踢满嘛？后来其实我们后面其实都有人只是说我们不跟人讲说反正最后都是要进立法院当助理的，你知道你有没有在上面？没有在上面，没在上面都会进，都会还是如果他愿意当立法院当助理的，都可以来。所以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反正他最后5名也不会上了，这个少掉5个还省100万。我说连个100万来花助理的薪水，我说好吧，既然有这么务实的想法，那就算了，算这个少报5个就等于多赚了100万。
来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东北季风影响今仔日的天气，气象局这个碰到透早上低温是咧淡水，敢若16度2。气象局嘛讲到，今仔日是这波东北季风影响上大的一天，北部日时高温差不多才20度尔尔，花莲台东地区差不多24到25度，中南部地区高温落甲剩26度。其中天方面，台北也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也有宜兰县可能会落大雨，提醒大家今仔日若是出门在外，爱记得早雨伞。中华野球队转来到咱台湾，上千个球迷做伙来到桃园机场来接机。总教练洪一中对这届表现无讲真满意，按算要辞掉总教练的职务。体育署署长想要甲伊挽留，希望洪一中带队继续拼明年的资格比赛。世界12强野球比赛拍完，中华队18号马阿妈坐飞机为日本转来台湾，真侪球迷拢走去接应，把手咧要甲球员，佮有教练王建民翕相。这回中华队摕到为过去到打上好的成绩第5名，不过总教练洪一中看起来敢若无讲真满意的款。那我自己带队成绩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没有拿到奥运门票，跟大家说拍手。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跟带领我们一定是要继续把它延续下去。总教练王一中按算要辞，不过体育署长想要甲留落来，佮拼明年4月6个抢一个资格比赛。不过到时阵会拄到职业球团球队比赛季节，球员敢有法度甲这回同款，也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我现在是自由球员嘛，所以接下来会有哪些球队，所以自己还不确定，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看球团的。到时候还是要看自己准备的状况为主啊。对啊，我就是等明年再讲，我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嘛。教练团愿意给我这机会的话。12强比赛对澳洲摕到 MVP， 马航选择比赛最佳3垒手的王威成功。若是国家有需要，会阁出来。不过这回摕到最佳投手洪武王两大个人的奖的张伊，伫日本拍职业野球，明年4月球队有要放人无，阁真歹讲。中华队2020年6个抢一个资格比赛，要安怎做一个上好的球队，恐惊的阁是一个难题。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大代志要来看到甘肃省有一座沙漠，更较特别是咧绿洲中央。这座号做新沙漠的沙漠，四处围啊拢是繁华的都市，草啊树啊发甲足旺。四处连长的山因为风化作用，伫咧绿洲慢慢贴做沙漠，变做出名的城中沙漠，互人看甲目睭唔甘呢。我天哪！我太滑了。日头真炎甲爬上沙轮啊，对顶悬搭压落去看。原本应该是规个爬远去的沙漠，伊的四颗链断煞插树啊，安尼发甲旺趴趴，还阁会当马尾啊去见现着都市的车是安尼隆隆叫，这含这个恬静的沙漠来成做一个起落真大的笔记。神沙窝南有祁连山，北有龙首山，周边还有平沙湖、丹霞山。常常听人讲沙漠内底有这个绿洲，不过伫咧中国大陆的甘肃省，煞有一座绿洲内底的这个沙漠。甲号名做新洲沙丘，若是对较悬的所在，甲压落去看，这个青林林的绿洲内底，竟然有一座沙漠，佮踩伫咧遮。甲咩一爬山来甲看，会当看到遮的沙的色水是无共的，大细嘛差真济。这是因为伊的四颗链灯拢是山，明日和风安尼烤甲湿，才会来风化成做这个沙啊。偏偏这神沙窝下方有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使得底层的沙子拥有了一定的湿度。风若靠沙就落，受到地下水的影响，这些营野的沙佮拢斜顶落来。这座面积有30平方公里的新沙丘，几落百年来佮拢踩伫咧遮。这含大陆的第3大沙漠，也就是伫130公里外，丹巴吉林流动型的沙漠，是无共款的沙漠。这个全球罕尼看会到的城中沙漠，嘛来成做绿洲内底犄角的景致，会使讲是互人大开眼界。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看到清境高空观景步道第2期工程做好势了，即马步道变搁较长，也毋过介绍无较起。休困一个，带大家来去看卖。1毛56，还有4分。断魂斩算心有情，今声行
最佳男主角巫建和。爸，我要搬出去。陈以文。他刚才在梦里也是跟我说这句话。太保。仲行得走得，多啲同媽住啦。大基本千萬字，逐工要和大家做伙來擺一日。昨昏小解完，今仔日要繼續甲大家小解一字，就是嘆合作伙就是怨嘆。你咧真濟台語我攏聽得到這個詞，這個嘆的意思就是吐大氣，代表心肝頭的憂悶甲悲傷，像講嘆一口氣。因為怨不二變，可能就會嘆，才會變做怨嘆怨嘆。帶大家做伙來小解兩個詞。頭一個怨嘆代表怨憤悲嘆，嘛會當講是怨切。啊，那第二個詞較簡單看，這就是嘆怨，代表請求、懇求，也有請願的意思。咱用一句話來舉例，甲這兩個詞夾做伙。譬如講，住佇這個位的人已經嘆怨幾落屆，希望本所長莫做離家，也毋過實在找無所在通去，在地政府嘛無撥，引起到百姓的怨嘆。今仔日社交這一日嘆提供予大家參考。繼續要來關心，這是清境高空觀景步道，本來長度有1公里2，第二期工程做好勢了後，攏總有1公里6，讓遊客會用個為頂面看羊仔、食草的風光。為10月底開放了後，逐工攏成真濟人來行打。這一屆結合到清境農場、青青草原的套票，普通日180塊，啊若是休困日22，讓遊客會當閣較省錢。羊仔群佇南投的清境觀景步道客做伙，模樣是真古錐，配上青天白雲，對頂懸看落去，又閣闊又閣大的草地，風景是水甲，互人真娛樂，省袂少民眾來佇佚佗。風景超美，天氣超好，很適合大家親子來觀光旅遊。風景好啊，氣氛佳。這個清境觀景步道是全台灣上懸，原本長1.2公里，後來延到1.6公里，但是票價同款維持50塊，加長無加介紹。南投縣長林明珍就驚一個起，會予遊客無想要來，決定集合清境農場，釋出真好康的套票組合。觀景步道配上青青草園，平日只要180塊，假日是220塊，予民眾會當一票算到底。1、2個月啊，就已經吸引將近50萬人啦。那麼到年底的話，可能達到300萬人哦。還沒有來住宿的，沒有來這邊旅遊的，趕快進入到南投縣來。縣長林明珍嘛歡迎大家趁到這個秋冬旅遊補助來南投佚佗，除了會當省錢，閣會當佇旅時來行步道欣賞美景。記者綜合報道。休困一個廣告了後，食飯時間手路菜繼續要帶大家來食無共的手路料理，這是今麥上界新型、上界色派的盤菜。1毛56，還有4分。断魂斩算心有情。最佳男主角巫建和。爸，我要搬出去。陈以文。他刚才在夢裡也是跟我說這句話。太保。仲行得走得，多啲同媽住去旅行咯。袁富華。朱伯康1萬蚊同人假結婚。食飯時間先來看到南方蚵仔，當講是花卉的故鄉，食魚仔的文化多元佮豐富。最近宜蘭縣縣政府文化局辦一個找南方蚵仔單鼎手路菜活動，攏總整理12出上界在地經典的料理。
将青灰放入去油鼎内底煎，敢若听到这个煎的声，就互人喙烂擦擦丁。另外一面将葱仔卵甲木仔鱼拿好之后，准备要倒入去油鼎内底。把这个这么新鲜、这么好的东西，然后加到里面去，哇，做起来真的是超棒、超好吃的。卖叫是遮尔济料理，是有人要结婚办到。原来是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举办找找南门蚵仔料理，收集了100多个当地民众记忆内底的好味，结合当地海产，整理出经典的12出料理，由当地妈妈负责来煮，吃过的民众拢学了甲会得志。第一次吃过这种好吃的红烧鳗，真的哦。它虽然料理好像很简单这样，但是其实食材用的非常好。12出菜色内底上特别的，就是利用南门蚵仔特产来做的糖醋青灰、龟头刀鱼松，还有袂当欠缺的酱料鱼仔肉羹，最后还有木仔鱼菜脯卵。在渔村的生活的故事和他为何会选择这一道料理呢？作为他家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都很精彩的记录在这本笔记书里面。每一出料理背后拢有真侪感人的故事，会透过手画册的方式来记录，要将南门蚵仔独特的食食文化传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盘菜嘛会当真适拍，这间餐厅改良传统盘菜的做法，较袂油，较袂重咸。少年家特别爱食，像讲到有公手拍肉粿，是甲三层仔肉甲鸡仔年贴伫咧公手的顶面，参洞门的秘诀，蒜蓉酱清爽可袂油。青虾放落油鼎5秒钟，就随甲糊起来。搁用特制胡椒酱来甲刷味，这和虾仔来斗搭做伙，实在是足着滋味的。再过来甲乌色的五花椒甲香菇烧贴伫个这个碗的下边，甲虾仔甲铺伫顶悬，烧气搁对石头芳安尼清出来。把虾啊、甲豆豆啊、翕好色。在外面胡椒虾可能那个胡椒味会下得蛮重的，但是在这里呢，它的味道下得比较刚好，吃起来虽然会有胡椒的腥味，但是却不会像外面吃的这么辛辣的感觉。这道松奶青虾用油甲煎过，安尼会当甲虾仔的青甜拢甲锁伫个内底，过来豆豆胡椒的芳气。就是这间餐厅主打的中式菜咯，因就是挑工无要甲做甲遐油搁遐咸，就连这个摆盘嘛是斗甲真好看。像这个改良过的这个蒜蓉肉片，甲三层肉，甲这个刺鸡的切片，甲烧贴放伫个公手顶悬，来甲号一个趣味的名，就号做公手蹄肉粿。它就是猪肉跟黄瓜而已，但其实猪肉的新鲜，它其实不用很多的调味，然后搭配黄瓜的清爽，然后这个酱我觉得超好吃的。肉片切薄甲会通光，过来斗搭这个脆脆的刺鸡啊，来甲混蒜蓉酱，安尼食着实在足煞脆的。我们的五花肉片大概切约0.3公分，跟小黄瓜片也是一样，然后长度大约12公分。73年厝的詹小谦甲李友贤，过去是餐饮学校的同学。因两个人伫高中的时阵是四中兼换贴的，因伫读册的时阵就捌滚笑讲，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家己开店做头家。因为就是在隔壁班这样，那有时候就是会玩在一起啊，打打闹闹这样子。那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理念上，还有对工作的那一种要求上，其实都还蛮像的。因两个人佮做伙甲所有的业绩，和另外一个朋友来投资1000万来做伙开店。打开始的时阵目标真明确，要行迄条创业路线，改良单地的手路菜。我们的核心主轴就是东财西想，老新共治。我们不让中菜只有在以前所谓的很大盘，或者只能一种呈现的方式。不想要中餐就是很像板豆一样，我们想要让它年轻人更走得进来，然后吃东西其实也可以很时尚。甲看因两个人的个性是安尼相塔到斗搭，不过就亲像因讲的，门市板若要斗下下是爱慢慢啊培养出来。因唔若做伙创业完成梦想，嘛做出真好的成绩。因互相斗相竞来创造奇迹。记者综合报道。1毛56，还有4分。断魂针。
最佳男主角巫建和。爸，我要搬出去。陈以文。他刚才在梦里也是跟我说这句话。太保。仲行得走得，多啲同媽豬去旅行咯。袁富華。朱伯康1萬蚊同人假結婚，我同你拍咗拖咁耐，你就唔肯同我結婚？11月23日，第56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就在台視。你看起来是真的很想跟我做朋友，但是你可能没想到，你会害到我，或我会伤害到你。我警告过你，你要为了一个女的这样子，我立刻把负责人都给换掉。吴董不是要推你出来选议员吗？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与台视中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中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甜宠，老梗；浪漫，也老梗。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是你们的执行长？不是他，那是谁？古今中外有句名言，老梗也是梗啊。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抱着笑到一夜好眠啊！断魂斩算心有情。需在火车绕圈的时间内说出与指定主题相关的成语。等一下干什么鱼呀？什么鱼呀？鱼无得水，鱼无得水。这种表现就给他减薪就好了。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白痴啊！范少勋。邱志宇。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查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曾敬华。11月1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列车吗？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1毛56，还有4分。断魂斩算心有情。
最佳男主角巫建和。爸，我要搬出去。陈以文。他刚才在梦里也是跟我说这句话。太保。仲行得走得，多啲同媽豬去旅行咯。袁富華。朱伯康，1萬蚊同人假結婚，我同你拍咗拖咁耐，你就唔肯同我結婚。11月23日，第56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就在台視。你看起来是真的很想跟我做朋友，但是你可能没想到，你会害到我，或我会伤害到你。我警告过你，你要为了一个女的这样子，我立刻把负责人都给换掉。吴董不是要推你出来选议员吗？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与台视中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中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甜宠，老梗，浪漫，咦也老梗。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是你们的执行长。不是他，那是谁？古今中外有句名言，老梗也是梗啊。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保证笑到一夜好眠啊！断魂斩算心有情。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关心，这是英国一个查某网络主持人，伊真够腿嘛真腰细。最近来到伦敦这间餐厅，伫25分钟内吃了一支长90公分的烟肠香膏。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